要作為一個政治領袖咧，相信最重要嘅其中一個條件就係要有好嘅領導才能。而相信喺未來一段時間，如何發揮領導才能將會成為輿論嘅討論焦點，亦都會成為好多朋友茶餘飯後嘅討論話題。有見及此，30會即將舉行一連串嘅論壇同埋研討會去探討呢個議題嘅。而今晚作為我哋30會領袖論壇系列第一場，我哋好高興邀請到立法會議員余若薇女士同埋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女士出席今晚嘅論壇，分享佢哋對政治領袖嘅睇法同埋期望。咁啊，盡量喺8分零鐘講晒。即係第一就係英文嚟 to lead 咧，無論係佢拉丁文或者希臘文個根源咧，個意思都係軍事嘅領袖 to be a general of soldiers。咁淨係呢個定義都俾我哋睇到咧，領袖係同 followers、leaders 係同 followers 有個關係嘅。leaders 唔係 operate in a vacuum 啊！一睇即係個字源咧，已經知道當我哋講 leader 嘅時候，亦都係呢個 leaders 係會有 followers。咁我哋今日呢個課題咧，我哋講嘅咧就唔係思想嘅領袖，亦都唔係科學嘅領袖，因為呢啲領袖係唔需要理佢哋嘅群眾嘅，因為馬克思喺 British Museum 寫作啊，可能佢身後佢嘅思想先發揚光大，佢唔係講緊領導群眾。但係我哋今時今日香港要嘅政治領袖咧，政治領袖 by definition 咧係要係一個群體嘅領袖嚟嘅，leader of a human group。咁我覺得一個領袖最緊要咧，佢就係能夠有 goals 有目標，或者有佢嘅議程。第一就要咁。第二，除咗有佢個目標同議程咧，佢一定要能夠領導佢個群眾去達至呢啲目標。咁換句話嚟講咧，一個領袖咧一定有能力咧係 mobilize 群眾咧，英文嚟講咧 mobilize 群眾 for a purpose， 即係佢個行為咧係一定有個目標，有個議程，同埋能夠動員社會、動員群眾咧去達到佢呢個目標。我睇世界上任何個政治領袖都係有呢個才華嘅，好似丘吉爾咁，佢曾經喺政治上好大挫敗，但第二次世界大戰咧，佢就係能夠憑佢嘅詞鋒啦，推動英國人咧係戰勝納粹德國嘅，佢係一個非常成功嘅政治領袖嚟。咁啊，有啲領袖係有 formal position 係正式嘅地位嘅，咁我哋特首當然有啦，我哋啲司長高官個個都有啦，係嘛？但係有啲領袖就冇正式嘅地位、正式嘅權力嘅，無論係甘地又好、鄧小平又好、李光耀又好。而你環顧古今中外歷史咧，其實有陣時有啲冇正式權力地位嘅領袖咧，佢發揮嘅影響力係更大嘅，而有正式權力嘅人咧，唔一定佢對社會有影響力。咁啊，有句説話我覺得好值得、好有趣，值得我哋分享嘅，呢個就係哈佛大學 Kennedy School of Business 嘅 former dean 啦，佢曾經係做過好多高級職位官員嘅。我有幸喺 Stanford 大學時候都聽過佢講書，佢呢句説話好有趣。個 holding a formal leadership position is like having a fishing license. It doesn't guarantee you will catch any fish. 即係做高官咧，等於有魚牌嘅啫，大家心裏有數啦嚇。即係我哋啲高官有魚牌，等唔等於佢釣到魚？等唔等於佢施政有成效啊？係嘛？有正式嘅地位唔等於佢係有政治嘅影響力。可以領導社會。咁正如重複我頭先所講啦，一個成功嘅領導咧，一定要能夠為佢個社會咧係創造意義同目標，能夠為佢個社會咧係凝聚社會嘅共識，同埋為佢個社會咧俾一個共同嘅身份，亦都透過呢個領導嘅過程咧，俾社會一個秩序，並且咧係可以推動社會咧係集中力量做一啲事嘅，令到整個社會咧都係有目標、有意義，同埋有一個共同嘅身份啊！如果唔係個社會就好似而家香港咁啦，係民心渙散政府係不斷出事。我哋有前高官嘅同事都評論過，就係話，因為我哋嘅政府施政係冇目標兼冇議程，所以一出錯嘅時候咧就受到好多批評攻擊咧，每日係應付立法會不同嘅調查同質詢，咁個社會係散嘅，你而家你睇到。
咁咧就再講下一個好嘅領導有乜含義咧？我其實領袖咧係有3個元素。第一，領導本人佢有 leaders 咁當然啲 leadership 嘅理論裡面有講好多有識別一種不同嘅 leadership types and styles 啦。我今日唔講呢啲啦嚇。但係 leadership 一定除咗 leaders 之外咧，佢有 followers，仲有 context 啊。咁啊 leaders 有 hard and soft power， 我唔多講啦嚇。但係我覺得好值得講嘅咧就係 leaders 咧，其實冇一個 leaders 係一個絕對嘅 leaders 嘅。因為其實個領袖咧係受佢個群眾影響嘅。我哋喺立法會做議員嘅都知道啦，嚇，好似琴日我哋辯論煙仔稅咁，嚇，點解有啲黨會棄權咧？嚇，因為佢知道佢嘅群眾唔中意啊嘛，係嘛？咁就點解有啲直頭反對咧？有啲基層代表勞工界嘅，因為佢知佢啲基層嘅勞工友非常反對啊嘛。所以領導係唔可以脫離群眾嘅。而其實咧，領導同群眾嘅關係係互動嘅，並且領導咧係時時受佢群眾嘅意願咧影響嘅。咁所以咧，最後呢點咧係講好重要。如果一個領導咧，佢係植根於佢嘅社會，佢嘅施政嘅議程同埋作風咧，係反映佢社會嘅價值咧。當然，一個社會乜嘢核心價值可以討論啦嚇，佢會領導得容易好多。咁頭先講咗啦，一個領導唔係一個operate in a vacuum， 佢係時時都要留意到咧，佢個群眾係需要啲乜嘢，而群眾咧其實係好有力量咧，影響佢個領導嘅。而仲有一點咧，當然嗰個領導做領導嘅人要考慮個 context， 即係社會嘅環境啦，咁佢一定要顧及社會嘅環境咧，而定一個清晰嘅目標。咁我講到今日香港嘅領導咧嚇，咁即係你話今時今日香港嘅領導佢面對嘅問題當然好多啦。我哋翻閱下立法會每個星期辯論嘅課題，或者係我哋好多報章嘅社論都睇到市民關心啲乜嘢啦嚇，譬如話房屋啊、貧窮問題啊、管治嘅水平啊、教育啊、競爭力啊。我應該加翻就係當然空氣質素啊，咁呢啲都係我哋關心嘅問題。咁係咪做領導嘅人就係有一個清單咁就得？我覺得咁係唔足夠嘅嚇，因為呢個太容易啦。每日睇報紙都有好多嘅課題啦。我覺得今時今日做香港嘅領導咧，佢唔淨止要掌握社會嘅課題，佢最緊要咧就係要咧喺點樣落實一國兩制咧。係有一個正確嘅理解同埋一個好清晰嘅願景，並且可以令到帶領社會咧係了解乜嘢係一國兩制，同埋可以點樣去好好地落實一國兩制。因為的而且確咧係有一國兩制先至有香港呢個特區啦。而一國兩制的而且確係一個好大膽同創新嘅理念咧，係為解決一個歷史嘅矛盾。就係我哋國家咧嗰個制度係好唔同嘅。咁我喺我呢個 PowerPoint 嘅第2個 indent 嗰度用咗一啲比較深啲嘅學術嘅字眼啦。咁其實呢個字話我哋形容中國嘅制度咧係 patrimonial and particularistic 啦。呢個形容詞係基於德國嘅偉大嘅社會學家 Max Weber 咧，形容不同嘅政制咧，佢講有啲體制咧，佢權力來源係一個人嘅，咁啊 patrimonial。particularistic 嘅係好關注個別嘅考慮嘅嚇，同西方嗰個以法制為基礎嘅 Max Weber 叫佢做 formal rational 嘅制度係唔同嘅。咁中國係有5000年嘅封建歷史。今時今日我聽到有啲官員講親疏有別，個來源都係咁樣 particularistic 啊嘛。patrimonial 啊嘛，有啲人話批評中國嘅體制，家長識一個幾千年都係咁啊嘛。而無論香港、澳門抑或台灣，因為經過咗幾百年或者100幾年嘅殖民地統治咧，我哋係受西方嘅一套 formal rational system 管治嘅。兩制之間係有矛盾嘅，一國兩制咧係一國之下俾香港保持一個唔同嘅制度，就係希望可以解決呢個矛盾嘅。咁要了解點樣去落實一國兩制咧？呢個方針咧，其實就係香港未來作為一個特區咧，
可以真正成功嘅一個要素嚟。咁啊，呢個一國兩制用英文嚟講就 a work in progress， 即係不斷發展中嘅。咁譬如話，我哋裏面有好多嘅藍圖係未完全落實，或者有啲矛盾係未完全解決嘅。最緊要當然一個就係政制嘅發展啦。我哋解決咗2012選特首同埋選立法會啦，咁仲一路演進點樣處理功能組別啊？點樣處理區議會委任制度種種，仲要一路去討論，希望社會有共識。咁啊，一國同兩制嘅關係啦，香港人嘅身份認同啦，香港喺國家嘅發展應該點樣定位啦？喺基本法裏面咧係有好多條款寫咗落去咧，係保障香港獨立於國家一個單獨嘅體制嘅，特別係譬如話出入境同埋關稅區 customs control 同 immigration control， 香港係一個單獨嘅體制嚟嘅。喺回歸嘅時候咧，香港人好擔心香港嗰個西式嘅法制係會俾內地嘅體制侵蝕，咁我哋好努力去保持我哋單獨嘅體制，但今時今日又形成一啲麻煩喎，即係咩人有居留權呢？咁係咪嚟香港出世有居留權呢？大量內地嬰兒出生點算呢？又或者係如果香港出入香港要入境檢查，咁第日個高鐵駛到嚟點算呢？又或者我哋香港係單獨嘅關稅區啦，咁但係好多港商而家係因為內地嘅市場，佢寧願係當係內商咁喎，好多個矛盾。香港嘅優勢係點樣呢？我哋真正嘅比較優勢係乜嘢咧？點樣先至喺中國全國裏面維持我哋獨特嘅優勢？等我哋咧係無論經濟上、政治上都可以發揮獨特嘅作用咧。我覺得呢個係未來特首嘅最大嘅挑戰啦。咁換句話嚟講，一國兩制嘅落實，如果係做得好嘅咧 ，we get the best of both worlds。香港可以對中國作出一個獨特嘅貢獻亦都甚至可以講對世界嘅政制嘅發展作出一個貢獻。一個小小嘅城市點樣喺一個10幾億嘅古老嘅國家，一個古老嘅文明裏面維持高度嘅自治同埋高度嘅人權同自由嘅保障。但如果做得唔好咧 we fall between two stools。所以我覺得下屆特首咧，其實佢最要戰略性思考嘅問題就係點樣去落實一國兩制咧，令到係香港無論係對自己或者對國家咧，可以作出咧係積極嘅貢獻。多謝各位。